你来先收场，俺们讲大三个。如果，哥，今麦咱两个赶紧转去咱家己所在，找机会好好配合一下，将葫芦墩这两排笨手消灭掉。大你放心，我尽力配合。爱睡一知无？安呐。对，你来家己抬一刀啦。当作是你抬啊！我来甲抬你啦。我无安尼做，等是要交代。大就是大吼，代志吼，拢想我做详细，我慢甲有大，家己聊就对。大，安尼聊干足疼。牙齿紧夹起来，啉者就过啊，无要紧。哦，对吼，好。你过来。啊！大呀，这啊！咪姑啊，歹势吼。要紧，袂听袂听。咪姑，咱来替葫芦墩主持一个公道的。会啦。OK，阿毛小姐，讲出来转来呢。公推啊，我就是讲你直日找伊个，欢喜转来，想袂到讲你阁有法度安尼徛在在行转来。所以讲，我是乌干仔底大油，无敢讲是看袂出。哼哼，正经有影，袂用的看猫的无点。我倒真形是安那。甲我去迄两兄弟啊，拢叫大事，为安排牺牲啊。迄个铁钉啊，确实厉害，连我啊，都去互扑一刀。啊，敢有要紧？无啥物啦，敢若去互网啊定着。不过迄个铁钉啊，嘛是去我扑一刀。反正即马因区里啊，挨爸叫母。气别做，阿拉讲，你替咱安排找到一个好教授。所以讲啊，我毋是啥物歹干部社，我是强革命的共推啊。公推啊，你安尼黄牌，阁着伤，我是真唔甘的呢。来啦，我带你来膏药啊，哈？好。行哈，听袂？你先讲。知道啊？那你家己转来，啊你要唱啥嘛？一人就一刀啦。是安怎来拼生死？对方嘛是高手啊，我会当转来，算是真卡彩。是讲阿三甲阿勇啊，拢错。我就是讲，你有偌厉害咧。好啊好啊，振匕首，咱的民主无闹气，安尼就用的啦。教教教，一个臭头，一个烂耳啊。婷婷啊，机会也是要用金高毛啦。你先去休困，我较等叫人提去。是。这就是100块的叫价，一斤3分钱的虾米，你当做伊是路标，无彩钱。这摆有娘的代志，靠伊就惨。是啦，大石头。啊，这摆我受伤啊，我想有娘的代志，爱麻烦开到大姐。来，咱先用这号消毒者哈，会生哦，哈，你较忍耐呢，会听无哈？关公和华佗咧挂骨，也是像你这种气魄，真形象。出来外面走跳，做代志就写甲巴结。啊，你小体者哈，我看迄调歌好好啊。
哎呦，哎呀！紧嘞紧嘞，这个吊钩吼，打来了吼，你顺着汤喙吼，足紧的就会好啊。想当年吼，有10几个武士都围我咧，我敢用一支鞭打，会当攻，会当守。好啦，我知影你这样的。红花啊，啊，我为你安排安尼拼命吼，拢是因为我对你。你的伤还袂好哈，我袂想哦。我甘愿吼，伤魂去逼开。我唔要你知影讲吼，我对你足痴情的。日子久久长长，你要惊啥？是啊，你若相信我，相信我为你死，安尼就好了。敢有影？这讨厌，害人心肝跳屎，够歹势。我的鱼竿嘞？我的鱼竿哪会伫你手诶？那，哎，无影。哎，无啦无啦，好啦好啦，你要注意哦。凡是你内底这件内衫，小等就无去啦。你哪有这种手路哈？我手路搁遐摇着。哎，那安尼尔，还搁有咧，啊？喙齿痛。水道。搁六道，敢无有？五道。哎呀，4道甲6道，也不止啦。毕竟，咱会飞咧北半队啊！我若用这种手法，去甲遐脚骹盘，大家都死啊真歹看。哦，原来你是真啊！红花啊，唔知你有兴趣咧葫芦墩遮开一间脚间无？开脚筋？开脚间啊，上大的目的，唔是为了要趁钱。哈，笑死啦！开脚筋无要趁钱，无咧开安怎？开起毛呀？开脚间上大的目的，就要消灭白派。你讲开脚筋会当消灭白派？无唔对，骷髅是白派大角色，只要伊若是一倒一啦，秘书啊，敢若鸡蛋咧倒厝，一排啊一排倒。不过，你敢有啥物办法会当对付骷髅？这骷髅姓博正人知影，但伊即马是门边迄个小鱼，若是博歹叫整啊。只要啊，伊若是敢来博，我就会换门变死门，互一路输到九泉地下，去十殿阎罗报告。你有够够的呢！你懂？小奶奶，食饭啊啦！小奶奶，你几工拢无食饭，安尼要安用你啊？你免管我，无要紧。无你先出去好。是。
我最想阿母的啊！你该家己出来，因为阿爸无爱互我来啊。毋过我最想阿母的啊，所以我就偷偷走来啊。阿爸好无？我甲阿爸拢足好的。你咧阿母，你免烦恼阿母啦，阿母会晓保护家己的。阿母，你让我来较暗的啦，我最想阿母的。我连衫仔拢破去啊！阿母去摕针线来甲你添好无？点心，这互你食。好食无？阿母叫我食。好食就加食几块，吼。阿母，我摕几个转去阿爸食。点心就乖。慢慢来吃。开了大，有啥物动静无？无啦，感情是无，真正是无啦。若是出啥物差错，你来知死。是。进来。你谁啦？你的表情无啥注意。我是要安怎才处理？啥人来过？你不要去问白板看谁来过哦。你毋是无爱食饼？我拄则巴肚有淡薄仔枵，我就摕几袋来食。到底遮尔济菜，你啥物爱食？我搁食几袋？我先食饱。你做啥？闻看你的嘴有饼味。你身形还遮大意，你不要用铁榔甲我拐起来啊！早晚，我拄无头，嘛掠着尾。以后你着用这个望远镜，注意的行动，尤其是我去运验的这段时间，你要特别注意。是。哇，这么神奇，这么远还阁看得清楚。伊的一举一动，你爱甲我注意哦清楚。若有啥物可疑的所在，随甲我报告。是，开了大，你放心。安可能啊，我这样茶馆啊哦，一泡茶啊才是3分钱啦。啊，你这摕遮多钱，在我面头前是要创啥？ 300块，更算多。嚯，这对我来讲我是天文数字，你知？你这间店哦，税我一单，租金我付你300。啊一百啊， 300啊，这尔啊悬的租金，是啦，我是讲你做我这间茶馆是要创啥的啦？这你免管。免管你就免做啊！啊？哎呦，我对你客气，你是当作福气，是要惹我生气？哎呦，唔是啦，韩姑娘，我来甲你你受气就好吼。我是讲咱人啊，出社会啊，出入内外，毋着应该知影讲咱这个道理啊。什么道理啊？哎呦喂！我所以这间店就找你民主啦，你靠山啥哈？哎，唔会啊！啊，你这种大小姐脾气哦，生意免哪讲会成啦。小坐咧，我讲就好，吼，坐啦。一百啊，人讲钱有，就唔惊世事啦。哎，对啦300块有够你食到7、6、8头啊！也是讲，讲哦，讲我无爱钱哦，这是哦，去吃歹葫芦啦。
加薪的啦。但是吼，但是君主爱财，处之有道，是吧？啊，到时恁组这是要创啥的？开交警啦，啊，开交警哦。嘿啊，无唔对啊。我红花凭我的关系，已经甲日本官厅申请着缴牌。为即马开始，伫咧葫芦墩跋筊是合法的。哦，这个真厉害啊！连要交牌也亲身会出来。所以讲啊，哦，这种是合法的生意。啊，你是咧惊啥？阿爸，你袂用答应啦。这阿爸处理好啦。一爸，啊，你到底是要答应无？啊若无吼，你甲恁查某囝以后伫咧葫芦墩，敢是要好好过日子哈？红花姑娘啊，你莫三不五时啊，就摕阮查某囝来威胁我了。你讲这款话啊，我是足杜兰。杜啥？啊，对。你是敬酒，我会食你食罚酒。阿妹，莫生气。一爸啦，我看你也考虑一下哦。啊，若无就算阮无做，恁爸仔囝要伫遮生存，我看真困难。阿爸，阿爸处理好啊，处理好啊。三爸，我做。无你到底要偌济？好了，君主爱财，处之有道啦，吼。所以50，2啊5条命。人是嫌钱少，却嫌钱多，真奇怪。今仔日2、5夜底我关门。水，一爸，你阿三哩？错哟。你头歹去啊！三百唔做人50。我咧开8摆，挑用钱失得了，艰苦钱就跋输缴。咱人啊，要有道德。阿爸，咱好好一间店，你根本就无应该做伊嘛。恁阿爸已经笑倒啊啦。即马这葫芦墩啊，有这个教场啊，红白牌啊，渐渐行入这死亡的界线咯。你想有够大胆哦！安怎讲？你用这个，你头壳靠落大海的七仔伫水区啊？哎，我甲天照打，我嘛唔敢。嘿，我明明就看到你用这个，你向内面看呀。啊，这我你安怎？等靠落大海后有念转来哦。我要甲讲，哎，是靠落大海叫我往这木眼行哦。刚才迄查某机智行动呢，我是咧证明伊交代任务啊。是安尼啊？嘿。哦，安尼头看无多啦，来摕去啦。哦。阿姐，阿爸，阿姐来啦！不用啊，行不行？去听呀。阿姐，你是不是要带我去看阿母？不用啊，我是来提醒你，以后千万莫过去看费用所。秀兰是安怎样？你唔通紧张啦，一区落派人用望远镜你给监视，啊厝内面哦看甲清清楚楚，恁准会伫遐出现。
来，小个，咱陪错同体，每人创赢哈。哎，胖大，我看吼，看查免做啦，伫遮吼，活动嘛才较紧好起来。做官才是正道啊，啊，跋筊是副业呢。好大，今站办好手卡，啊，本来你若输去哦，你会多做卡无？哎，手机等我买擦脚啦，走。哎，胖大，赢嘛变较大咧啦，哎。对，哎，开了啊，哎，开了，哎，怎么样啦？结束了。哎，我注意啊！来，7点，加2骹，啊背1骹。哇，这个同学目仔到底是有啥物技巧甲奥妙？研究规波也看袂出啥物碗锅底。这个叫是要怎真正赢？罗志达，你厝啊，啥物代志？哎，你那些人去算这同学目仔？我就是为着这样代志才找你来。是安怎讲？安排即摆伫咧葫芦墩伫咧开交警啊！因哪会使开交警？交警阿本啊！这日本政府哦，竟然搁发缴牌互开交警，即摆伫咧一百个茶馆，伫咧下缴。哦，第一下缴，第二做表，第三走金条，这是即摆台湾上好康的3种油水。有缴通下，安排因的钱水就溢来溢去，安尼因的势力就会一天比一天搁较扩大。照你安尼讲起来，咱毋着食饱等死，变成等出山。葫芦墩的利害关系是一个米缸尔，米缸若无，角头就崩啊！大指头啊，你免紧张啦，若要下缴，嘛要有真功夫。因拄着我这个搅师傅啊，哼，无啥物好意通抢啦。你讲你是搅师傅？来，紧表演我看卖啊！跋筊上重要的，就是手路、目色，还佫记。大指头，你甲牌等咧半空中，我要抓什么点，就抓什么点。你啊，安尼你紧表演我看卖哈。来，好啊，准备哈。这边是手枪，这边是天龙。神奇奥妙，你毋是搅师傅，你是搅师祖啊！大指头啊，我小表演，你唔通笑。若无代志，我出来一撮。你要去倒？我来去因遐教场行一撮。干，这你摕去。空手无搅拌，只是英雄胆。这仔鱼钓大台啊！有这个钱，我甲安排遐教场的钱，拢去赢倒。我对你有信心。好，你在这等我胜利倒转。安辉啊，你咧找我？你小等下啊。啊，你来，我有代志，要甲讲弟仔参详。是。啥物代志？讲弟仔，是想袂到讲吼，你哪会遐敖半正半背，大赢小输，一暝就当赢到千几箍，比卖红糖搁好趁。这是小缴啊，也毋是啥物大场面啊。安怎讲？想当年，我伫艋舺番薯市见过台北城所有家刀片铁扫帚，大家拢嘛输我痛苦。我会记得啊，有一个福州师由福州来，伊讲伊是全福建第一战到全福建的高手，有人为伊车厘子赛，有人为伊倾家荡产的。
去长山过台湾，就是要来甲你挑战。嘿啊，你敢死囡仔，你困中淡，唔知死我，佮想要甲我先拼先。啊，结果咧？结果先拼先，死就交这天。我毋是干那吼，护士甲连船票钱都无查买，连个身躯穿迄领长衫马褂，我嘛敢赢起来。干那留一领内裤，互伊当坊间来弄榴莲。有影无咧？那安尼讲起来哦，你实在是一个够讲推啊！哦，哎，小等下，冷静者。咱即摆来讲正题。啥物正？是安怎去铁顶啊？到即摆还袂来搬哈？哎哟，牵牛入暗，当你是咧记啥物早晚的代志啊？哦，哎，啊伊若来，你敢有法度对付呢？我一定互伊输甲寸草不离，要哭无目屎。那你讲起来，到时阵出去做好算哦。阿哥呀，点火嘛是你，拍火嘛是你，你是咧害我。哎，你无听人咧讲无？跋筊人是袂晓拍查某的，我若无是会带衰哦。我当一边念经，一边摸冷，人讲正经毋惊火，就是我。好啊，我甲你博感情。一年四季春夏秋冬，什么时阵拢嘛会用的。啊，毋过即马上重要的就是这场饺，你一定爱成赢。我知，成赢饺，才可赢你啊！好啊，你真正是一个巧巧的讲推啊！你才是一个多情带气的红花呢。哎呦！铁定啊，今哪有赢来啊？我看吼，咱要握手把慢慢赢倒来相抬啦。你知影？跋筊定输赢啦。听得到？好啦好啦，伊看囝，点，来对，冲啊！条件较落去，做一条落啦。对啦，你唔知对，冲起来出名，对。来，对。来，对，来，对，来，起床，来，这里，9点，总价。来，票毋是你种个性来的算，我今日手气较歹。桥道吼，连人搁害人，这几天你敢算我输？哎，总价啦！哎，安尼惊袂歹是安怎啊？一个了讲听，碰到啊，弟弟啊，今日手气安怎？哎，我干那我一个啦，无输也无赢啦。平手上好啦，你转来吼，做官差趁钱较实在啦。来啦，转。喂，我咧跋筊，你咧乱叫，你讲我人客笑？是的啦，是的。嘿，无钱，搁敢来吃偌输啊？对嘛，无钱就出去，莫哪顾人怨啦。哦，我袂少哈，实在看袂出来哦。罗汉脚竟然是财神爷。你拢想，我来甲伊跋。啊，我想要顶高见者，那下句的人句啊，是看卡少。卖多落细沙啦，红白啦。好啊，这帮三脚猫吼，清菜菜就食你教教。起床，来，快到风去。
大，你若愈老，就愈风流啊！嘿，老不休，老不休，愈老愈风流啊！哎，你若白板，我掠9点，狗食白手，嘛也是狗。哇！喂，啊！阮有两种，一种是温死的，一粒面菇啊，长好食，来一对啊，拄啊好饼，安怎你懂啦？我就叫大家伫咧放尿啦。安怎？若惊着好选啊，唔惊死啊，再过来播啊！秀玲啊，我看你是莫牙讲啦，啊？你两姊哦，拄要买这几啊栋老厝啊？莫啰嗦啦，恁爸已经100岁啊！来，一赌拼输赢啦！秀玲啊，我刀还未压，你是还阁当手段，反悔还阁会。输钱是小可代志，气平若输，就往看衰做衰仔囝。唔惊死，爽快！小川，讲嘢。我都唔相信，来斗我一来穿衫，若穿4角裤，咱袂晓走路啊。我穿衫，你溜你，做手板天九，9点，来当行啊，稳嘞啦！我打。哇！这好好啊，鸡汤全变臭酸啦。是啊，去喙的，温锅吹，还一路吹到底啊！好，收钱。咱是脚卡全倒，我防不啦。明暗要播啊，7点讲7个，要播再过来，刷掉。当然。安怎？你用伊支手来换钱啊？徐志玲啊，输赢是一时的，啊，毋过若欠一支手吼，迄是一世人扣工呢。我是要借也唔借。好，借。输赢爱甘愿。啊，我伫咧工学上是会通笑讲是一支烂铁啊。迄是当然，而且含拄啊输的我拢要拗转来。啊，若是你输，你要爱还。上加是这支手佮赔互恁啦。等下，来看功夫比目色啦。上较大。江湖人，一句话就敢若踩上一座山，讲会到做会到，信用才袂放啦。小豆你啥巴肚，500块你算啥？500块必须一条银行好汉，咱未免太无价值了，对无？欠这闲钱，这是应当的啊。免停！为什么？我欣赏你的打头，你这支手结条连成，500块嘛买袂着你一片指甲。多谢翁姑娘，你看得起我。好，今仔日就跋到这，菜脚。等下，安怎？搁想要借钱啊？既然翁姑娘看得起我，我嘛袂用个无表示。因啊，我就直接宣布，我退出白派，加入翁派。以后为翁派尽忠，为翁姑娘的效劳，我挺你到底。对啊，对啊。饲了饲家宝的，这个铁钉啊，真正是一只拉伤了厝。阿公，苦劳去运粮，啥咱到这个时阵还袂倒大伊人咧？
可老大拄则有派人转来通报，伊讲这布地港每工伫咧落雨，所以运来的进度才一直是耽误啦。紧嘞，叫人紧去甲通知，讲咱白牌出代志啊！叫5里做3里走，赶紧倒来河路墩。是。来，大家来，看拜。来，看拜，来。啊，等下，跋筊，哎呀，一姓白乃兵家上事啦。啊，咱呢过去就过去啊，这以后拢是家己的人。来，干杯，干杯！来，是讲吼，我这支铁钉啊吼，实在吼是有够粗毛够用啦。啊，不过吼，袂堪要讲推啊大，安尼甲我讲一下。哎呦，讲推也是人才，你铁钉嘛是人才，阮安排拢需要你。以后我安徽绝对会公平的对待你两个。啊，袂安尼讲的，我做人吼一向真有站站啦。啊，比文比武吼，我讲推啊大，免来比的啦。我哪敢甲伊白做伙啦？讲推啊大，后摆你就是我的大的啦，我是你细汉的啦。来，讲推啊大，我是你的小辈，后摆望你牵成。恁去，大家互相啦哈。我敬你。来，好啦，公推啊，伊就已经令你做老大对吧？以后恁就是师兄甲师弟，兄弟共雕心。我身边有你两个勇将，以后阮安排伫咧河路墩画山山帮，画水间打，来，干杯！来。铁钉啊！以后就要看你的表现啊！我吼伫阮讲推啊大边啊，一定会好好表现啦。哦，若是要消灭白牌，你敢有啥物好意见？啊，哦，哎，有啥物代志无要紧，免客气，甲这安徽姑娘报告。是，我是咧想讲，可乐若倒，白牌就一定亡啦。啊，这个可乐吼是一个狡徒啊，伊吼。爱搁跋迄个尖叫啊！用尖叫来拐人的某，即摆迄个查某人吼，搁伫个吞大呢。哎，对啦，其实我早就吼想要引你来跋筊。是啊，好我利用这个机会吼，甲白牌的利益含伊的财产，拢给赢倒来。哦，江推啊，你敢有这信心赢？嗨，福建来福州西，都输甲剩一领来过。啊，这个苦路有几领来互通输啊？哦，好，看你的啊！来，来。有影是饲鸟鼠加布地，一个月开100块，饲一只臭鸟鼠。代志到这种地步啊，佮讲东讲西嘛无路用啦。上重要的，就是要紧想一个办法，好好来对付这个安排，通我吐回这口气。有冤报冤，有仇报仇，这是我屈了一向的作风。你有啥物好办法？我即马欠缴半，一半伊就无较做。你要去甲因博缴？无毋对，比钱，我是台湾第一快手；比缴，我同款是台湾第一高手。你了嘛是安尼伫我面头前咧操大啦，讲伊外高拄外高，啊当咧连人都死去啊！啊你，伊算啥？伊
只不过是一个娇鬼，我甲伊是无共款。啊，你是啥？我是娇神。叫做事落难，叫神出来啊！你落车若是无发威，你要哪知影有大闹东海的本领？卢洞宾若是无出招，你要哪知影有瞒天过海的本事？你真正有法度？我办事，你放心。你这个白牌贩毒，恁爸一个称纸买5块，我看你唔值3分钱，甲你拍死，无采我的称纸。不如大爱，把钱藏落来，火气莫遐大啦。可乐，伫个江湖上有一条规矩，你交警是袂使诈钱吼，诈钱就表示讲你想要来抢劫，啊若无就是要来博歹缴。恁爸唔是要来抢，是要来博歹缴，看到钱。好，好，有诈钱来就好啊。对啦对啦，江湖规矩，博奸博巧，有咧博歹巧嘛，吼。董阿伯，恁爸上，老大，想要诈骗？我钱无诈真多啦，5000块尔。5000块，我还卖10万户棺材呢。我一世人啊，上最嘛做1万户尔。那钱哦，我还做14人啊。细摊的损身体，大摊才会赢地火。5000块做一个。安怎分咯？啊，这叫毋是你播的，你紧张啥个啦？我心脏敢若吼无车烂过去啊！啊，你心脏诚烂啊你！去老大，敢着爱博遮大？你是咧靠背啊？非交警，搁惊人博大，是别人变野咯？过来点，过来找你去。身骑白虎过东海，伊张牌是白板，有影有影。天兵天将，败归败。伊希望掠着狗洞，嘿，哪有可能啦？啊，看伊有迄个狗屎运无讲诶。身骑白虎过东海，启动两王的大财。嘛，迄支是几点？啊，你看一洞就参有大财无？伊掠白板，配一洞1点尔。啊，你想要博5000块，这变安珠7块啊！啊！ 1点，你几点？我是现一支，忘一支啦。哪款是啊？哪款是啊？家顶就是啊！阿母翘翘去啊！过后你着死死死！小人会配手钱，手钱倒是偌济，像是7点啦，6配7，放腿啊3点，赢啦！我就赢嘛，啊3点，你1点，我3点，我赢你1点，过1点，手钱，哈哈哈哈哈哈！